当迄一天，耶稣对房屋里出来，坐伫海边，有真侪人甲伊迄边聚集。伊指着上船坐下，众人拢徛伫岸顶。伊用比喻对因讲真侪道理，讲有一个夜井的出去夜井，啥个时阵有落伫路边的飞鸟来食真了，有落伫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无深，发苗真紧。伊头出来一拍，因为无紧，就孤单了。有落伫刺仔内，刺仔长起来，甲伊治掉了。佫有落伫好土内，就结实有100倍，有60倍，也有30倍。有迄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讲，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讲，因为天国的奥秘，干那叫恁知影，无叫因知影。凡有的，佫要加互伊，叫伊有剩；凡无的，连伊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因讲，是因为因看也看未见，听也听未见，也不明白。伫因身躯顶，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讲：恁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看见，却无晓得。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，耳孔发沉，目睭闭咧，恐惊目睭看见，耳孔听着，心内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因。但恁的目睭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恁的耳孔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到了。我实在讲互恁听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义人要看恁所看的，却无看见；要听恁所听的，却无听到。所以恁着听这个夜井的比喻。凡听到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，迄个恶者就来，甲所野伫伊心内的夺了去。这就是野伫路边的了。撒伫石头顶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一时欢喜领受，只因为心内无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到有道遭了患难，或者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跋倒了。撒伫刺仔内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甲道治掉咧，袂当结实。也伫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道明白了，就结实有100倍，有60倍，也有30倍。耶稣佫设一个比喻对因讲：天国好亲像人，也好种伫田内。到人困的时阵，有收得来，将苩仔也伫麦仔内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阵，苩仔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，讲互伊讲：主啊，你毋是也好种伫田内吗？对倒位来的苯仔呢？主人讲：这是收得做的。仆人讲：你爱阮去录出来吗？主人讲：毋免，恐惊录出苩仔，连麦仔也挽出来。用这两项一齐长，等到收割。当收割的时阵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讲：先将苩仔录出来，捆成捆，留伫烧，唯有麦仔要收伫仓内。伊佫设一个比喻对因讲：天国好亲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摕去种伫田内。这原是百种内上细，等甲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佫较大，却成了树。天顶的飞鸟也宿伫伊枝顶。伊佫对因讲一个比喻，讲天国好亲像麦秆，有富人人摕来藏伫三斗面内，直甲全团拢发起来。
这拢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的话。若毋用比喻，就无对因讲啥物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讲：我要开嘴用比喻，甲创世以来所蕴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时耶稣离开众人，入了房屋，伊的门徒进前来讲，请甲田里摆仔的比喻讲互阮听。伊回答讲：迄也好种的，就是人子；天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麦仔就是迄恶者的之子，也荜仔的收得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阵，就是世界的末了；收割的人子就是天使。将荜仔掠出来，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伫一切叫人跋倒的、甲作恶的，对伊国内拣出来。但伫火炉内，伫迄边必有哀哭切去了。迄时义人伫因爸的国内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共款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天国好亲像宝贝藏伫地内，人拄着就甲伊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即块地。天国阁亲像买卖人走找好的珠仔，拄着一粒重价的珠仔，就去变卖伊一切所有的，买了即粒珠仔。天国阁好亲像网拍伫海里，聚集各样的水族，网挤满了，人就游去岸内，坐落来，拣好的收伫器具内，将无好的等去角了。世界末了也要安尼，天使要出来，将义人为恶人中分别出来。但伫火炉内，伫迄里必有哀哭切去了。耶稣讲：这一切话，恁拢明白了吗？因讲：阮明白了。伊讲：凡文士受教的，做天国的门徒，就亲像一个家主为库内摕出新旧的物件来。耶稣讲完了这比喻，就离开迄边，来到家己的家乡，伫会堂内教示人，甚至因就希奇讲，这个人对倒位来有这等的智慧甲艺能呢？这毋是目睭的后生吗？因母亲毋是叫玛利亚吗？因兄弟毋是叫雅各、约瑟、西门、犹大吗？因小妹毋是拢伫阮遮内吗？这个人对倒位来有这个一切的事呢？因就应去伊。耶稣对因讲：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本家以外，无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因无信，就伫遐尼无做惊异能了。